同学们好，从这个星期开始，我们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将开展汉语语法小讲堂，欢迎大家来听课。我是这堂课的老师张海潮，现在我们开始上课。今天我们讲的语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，大家看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唱歌。现在呢，他在踢足球。他会唱歌，他会踢足球。我们可以说，他不但会唱歌，而且会踢足球。这是王晓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中国菜。这个呢？这是日本菜。王晓云喜欢中国菜，他也喜欢日本菜。我们就可以说，王晓云不但喜欢中国菜，还喜欢日本菜。大家看，这是谁？成龙，我们大家都认识。在上面这个图片里，他在拍电影，他是演员。在下面这个图片里，他在唱歌，他是歌手。我们可以说，成龙不但是演员，也是歌手。这是我们刚才说的3个句子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一样的地方？它们都有不但，后面是而且、还、也。在不但的前面是主语，不但的后面是动词和宾语1，而且的后面是动词和宾语2，这是它的结构。除了可以说做什么事情之外，还可以在不但和而且的后面放上形容词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她不但聪明，而且认真。这个女生不但漂亮，而且善良。这件衣服不但漂亮，而且便宜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不但和而且的后面都是形容词。大家看，这个小男孩在想什么呢？他想出去踢足球，但是姐姐不同意，妹妹也不同意。我们就可以说，不但姐姐不同意，妹妹也不同意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小猫是我们的朋友，小狗也是我们的朋友。用今天的语法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不但小猫是我们的朋友，小狗也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看这2个句子，和前面说的3个句子不太一样。不但在前面，后面是也，而且里面有2个主语。在主语的后面是动词
和宾语。它的结构是这样的。同样的，主语的后面也可以是形容词。我们来看下面2个句子。不但姐姐聪明，妹妹也聪明。不但这件衣服漂亮，那件衣服也漂亮。好了，我们学习了不但而且这个语法，它有2个结构。第一个是主语只有一个，主语在前面。第二个呢是有2个主语，主语在后面。接下来我们做几个练习。第一题是改写句子。1. 我会说汉语，我会说俄语。用不但而且，我们就可以说我不但会说汉语，而且会说俄语。只有一个主语我，所以我放在不但的前面。第二，老师想去长城，还想去故宫。我们看这个句子也是只有一个主语，所以老师也放在前面。老师不但想去长城，还想去故宫。我们看下面是看图说话。小峰会游泳，小王也会游泳，所以用今天的句子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不但小峰会游泳，小王也会游泳。不知道你们觉得是只有男生才玩游戏吗？不是的，女生也喜欢玩游戏，所以用今天的语法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不但男生喜欢玩游戏，女生也喜欢玩游戏。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语法，大家明白了吗？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第一个里面只有一个主语，它要放在不但的前面，是谁不但怎么样，而且怎么样。不但和而且的后面，如果是动词，动词是一样的，但是宾语不一样。如果是形容词，2个形容词也都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里面是有2个主语，第一个主语在不但的后面，第二个主语在也的前面。主语1和主语2后面的动词和宾语或者形容词是一样的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。不知道大家明白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